解开项圈后，朱伟侯情绪激动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等等就要理刑处的原因。只见领头的朱伟侯在确定安全后，接着就坐在廊道间吃着保育员特别为他们准备的礼厨美食，感觉十分享受。园方特别打造出这个符合猴子自然栖地环境的廊道与树屋，希望能让朱伟侯更开心地在园区内生活。这个猴子森林它最大的特色，其实就是我们为了符合猴子整个在栖地的行为，所以呢建造了一个空中廊道，还有他们的在树上的树屋。同时呢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网木呢，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材质，因此呢，猴子在上面它可以呈现整个在栖地的自然行为，也可以在树间自然的采食。园方打造类似自然栖地环境，让动物们更自在地在园区内移动，也让游客近距离观察朱伟侯的生活习性。他们设计的这个也很不错，就是刚好可以让游客很近距离的看，但是它又不会危险。对，然后整个园区也都规划得很干净、很棒，比较可以近距离的看，了解他们的习性，然后也可以知道动物的一些知识。顽皮世界近年不断提升动物福利，不止倍增保育员照护动物，同时新建动物医院与厨房，提升动物展演形式，强化保育教育功能，持续汰换老旧设备，改善动物环境等。未来也将持续实践做动物的守护者这个目标。记者张寿维，台南报道。